又一居頂層複式新裝響靚景。九龍塘老牌屋苑又一居都有唔少特色單位㗎，以頂層複式最矜貴，放盤唔多，叫價貼市嘅就更加罕有，呢個就係其中之一。下層入口經過玄關去到大廳，淺色木嘅佈置望落幾舒服。客廳好大㗎，可以放到2組梳化連埋茶几，一啲都唔覺得逼，仲有落地大窗上景添。客廳向東，視野好開揚，望到九龍塘遠景。向西嘅飯廳2個細窗對出都係樓，而且略嫌唔夠長，擺位冇乜彈性。業主將原裝嘅工人套房拆咗，擴闊廚房空間，仲改造開放式嘅設計，令到全屋望落去都闊落咗。上層有3間房，間隔都有啲改動㗎，原裝套廁就變咗做衣帽間。房嘅面積冇變到，放得落大床同埋大衣櫃。另外2間細房佈置各有不同，男仔房就用藍色主調，有齊睡床、衣櫃同埋書台；女仔房就用咗粉紅色，不過地方就細咗少少。原裝客廁好細㗎，而家就擴闊咗，可以容納大碼浴缸。全屋新裝修用咗近1年嘅時間完成。業主用咗200萬裝修，用料靚資源，手工做好精細添，就連邊玻璃磚嘅白邊都鋪滿閃婚膠。裝修精緻，不過品味就比較個人化，水晶燈同埋牆紙未必人人啱 feel 㗎。